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日公视台语台一报新闻。咱先来关心海军敦睦舰队的军船潘石南船员，搁加3个治着武汉肺炎。但军船顶是有27个患者，咱国加强425个病例。早起立法院咧表决针对武汉肺炎特别条例修正案。来讲，昨美国5月9日石油原油的期货契约收盘价格竟然是套塔笑，负37块外美金。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海军敦睦舰队这只潘石南军船顶头，今日搁加验出3个官兵得着武汉肺炎。这边就金小华事件已经多达27个人染着病，尤其这3个病例，搁拢是第2摆才验出病毒。但指挥中心嘛要针对船顶所有人员抽血检验抗体。咱国到今仔日，拢总有425件病例，其中也有217个病人已经解除隔离，复原出院。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宣布有新增的3例的确诊的个案，那都是我们这个敦睦专案里面的人员那这3例里面有2男1女，但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病毒跟这样的一个疾病，事实上是非常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隔离的期间，任何有症状的，我们马上都会送采。最后还是要离开的时候，还是要再检验一次。包括这3例，我们确诊案例是425人确诊，那我们到今天已经有217人解隔离，我们超过一半的已经离开。咱搁来讲，早起高雄市政府指出讲，海军敦睦舰队放落船的官兵惊大有着，包含瑞丰夜市、左营的新港3月百货街，计共5位所在，已经发生有9个市民流鼻咳嗽，呼吸道产生症头，但拢伫咧验病毒咯。市府搁另外查到官兵有行骹到的6个场所，但有牵卡到的市民，就是需要家己管理健康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个。敦睦舰队军自感染疫情，恐惊互高雄市变作高危险区，因为舰顶700外个官兵，有300外个人住伫咧高雄。除了中央公布的24个官兵确定治病以外，即马阁有9个市民出现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目前已经隔离采检。这5处疑似有9位感染者的场域，必须等卫生局以及相关的单位呢，等到采检完毕的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再通知他们可以继续营业。根据了解，这9个人拢捌去过较近的官兵去过的所在。这5个所在分别是瑞丰夜市、义大商场、好事多大顺店、中正路顶馆的教室，阁有新光3月左营店。嘛，因为这5个所在目前也无法度正常营业，若是潘石南的人员，伫4月14就有人落船，甲国防部进前公布的日子相差1天。伫高雄市四界拍走，经过疫调，市府搁再公布新的6个因去过的所在，分别是南仔坑的家乐福、福光山、仁武北顶路顶馆的全联、参馆，阁有东球景。高雄市累计有29个因去过的所在，这嘛互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破千人。有相关的症状，我们把它框列为这个后续的一个裁剪，就是前3波23处的场域，我们自主健康管理。我们初步的了解是2000多位，那其中有1位是居家隔离的对象。面对严重的疫情，敢是有要封城？市长韩国瑜表示，这是真重要的代志，袂当伤早落结论。国防部嘛公布潘石南顶馆新的就诊记录，表示来往别流的来回期间，北向南顶医馆求诊的人数有148人，226人次，其中有5个人发烧，10个人有顶呼吸道的症状。外界就烦恼讲，治病不只是公布的这24个官兵，未来的数据有可能会搁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敦睦舰队船顶爆出烧化武汉肺炎的情形，大早日下晡，国防部紧急将所有落船的官兵调转来集中检疫，要隔开14天。结果中部这边会合的场所，竟然是约伫咧人马正前的台中一中门卡口。阁也无先通知学校，但早起民进党台中市的立委就一直出来批评，这款安排未免伤过老草。
消毒的车驶入你台中一中学校内底，人员详细咧喷消毒水，一点仔拢袂使凊彩。学校外口嘛是同款，因为国防部紧急调回敦睦舰队官兵，其中一个集合地点，佮选伫台中一中的校门口。学校嘛无互事先通知，因快袂少家长紧张，立委佮摕出国防部的车入你学校的相片，质疑国防部这个决定伤过老草。在第一时间说，他们的车辆只有在校门口，并没有进入校园。后来我们找到了现场的一些照片，这个就是国防部军方的简易车辆。这一张也是，这个就是国防部军方的简易车辆哦。这个就是台中一中的校园啊，大量的都是在中小学的门口。那我们问他说，有没有这个事先跟学校知会啊？那他的回答是说，为了避免造成地方的恐慌，所以没有告知在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跟学校通知啊。结果呢，事情曝光之后，就引起更大的恐慌哦。虽然互叫动的官兵最后因为学校拒绝无入伫学校内底，但是立委张廖万坚指出，国防部的处理方式甲疫情指挥中心完全无同款，因无顾虑到学生的安全。国防部伫记者会嘛无来，敢若以书面回复讲，因选择地点的考量是因为场地真空旷，有通风，地表明显，也阁有好找。互三个立委批评，因来讲无清楚。教育部嘛讲，因无接到通知。国教署确实是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哦。那因为台中一中是属于台中市政府的辖管学校，我们有联系台中市教育局也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立委何新纯指出，为海军发布的离合质地上紧，无影响交通，还佫有地方爱囥看顶三个原则来看，台中一中等地点拢无符合。伊认为国防部讲到实话文化大抵质疑，有愿要求国防部必须爱做出一个交代。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目前海军潘石南船顶已经查到27个人拄着武汉肺炎，但感染症专科的医师就讲，若参考外国船只顶悬病症烧化的情形，极假是有4成人会染着病，就是潘石南顶抓起来上百人拢有风险。医师嘛讲，迄个患者有接触到的对象，上好是全面拢验病毒，安尼生轻症的甚至无症头的，才会无地走险。海军得到武汉肺炎群组感染的这件代志，抑搁伫咧谈。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正做台湾防疫以来上界大的威胁。因为对国外军舰感染的经验来看，上最有4成以上的人会去围着。尤其军舰顶头的空间比游轮搁较矮，又搁无独立的翼镜仔，以潘石南300多人来讲，感染的人可能超过100人。军舰就跟游轮很像哈，那决定于它在海上相处的时间。那国外的报告呢，最高到4成的船上人被感染都有。另外，头一批军舰较真的人落船了后，在全台湾四界拍走，因行大范围包括10个县市，计共90外个公共场所。虽然疫情指挥中心紧急发布24万封的警示简讯，不过专家烦恼较真的人已经入去社区活动，准过无提关警觉，恐惊会引发后一波的社区感染。这些官兵他们接触人，所有接触人你都可以验一下抗体。因为他接触人，你大概都知道是谁了，请他们全部来验个抗体，然后可能再过1个月再验个抗体，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大概传给多少人。专家建议，针对这确诊的人，因所接触的对象，爱全面采检，也爱做血清的检验，才会使防止症头较轻，或者是无症头的人去绕沟去。另外，也建议军中爱配发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体检的工具，才会使让第一线军医用早甲疑似的病例抓出来，避免群组感染搁再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嘛伫咧表决行政院针对武汉肺炎的特别条例修正案。目前行政院有要追加1500亿的特别预算，民进党这边讲，若全年欠用，金额要搁增加，政府救济的限度嘛是得搁加起来。国民党是主张另外编1000亿出来发现金。总是这波修正案今日若通过，迄1500亿的特别预算，紧接5月初都可能会当过关。行政院追加纾困特别条例预算21早起立法院会一条一条表决，要拼3读通过。行政院办的追加特别预算1500亿，和总经费的进步提悬到2100亿。不过民进党团嘛修正动议，会看疫情的状况，才过来编2100亿的特别预算。不过国民党批评预算无指定用途，算是空白收款，也有超过机制进步的记录。增加了2100亿，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空白授权，到底钱用到哪里不清楚。
而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哦。民进党团认为讲，若是那样共款认同1500亿无够，看疫情的需要，也是爱增加春秋，买手一定爱提悬额度，嘛拢会超过机制的紧绷。国民党团是主张另外编1000亿的预算，摆付为前提，直接分现金来纾困。如果说既然你们认为600加1500亿是不够的，那这种情况势必要打破举债的上限。其实纾困不是比谁的收入高低，是比谁的困难大小。就用附带决议的方式，让我们在这个纾困的对象里面，不论他有参加劳保哦，那能够在这个对象的部分，能够以从宽从速的方式来进行。民进党的版本是以附带决议的方式，放领劳工无论敢有劳保，拢会当申请补贴。纾困特别条例预算修正案，若是伫咧2月通过，2次苏贞昌地当对特别预算案来报告甲备询，上紧5月初8地当通过1500亿的追加特别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伊搁再一摆开声表示讲，无影亲像外界所理解的，台湾有2早通报因武汉肺炎的人喂人。那照伊所看，头一篇通知详情的报告是按中国武汉发过去的。啊，讲到美国咧批评伊，甲中国斗暗看病情的严重性 ，Tedros 嘛讲，因侵开始就已经有警告全世界了。先几日讲，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日内瓦20礼拜面对台湾议题，谭德赛表示，外界批评 WHO 无重视台湾，去年底就讲病毒会人传人，根本无这件代志。伊强调，台湾无通报病毒会人传人，台湾甲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共款，更是要求说明疫情。那 WHO 收到第一份报告是中国发的，佮强调所有文件拢会当查证。Taiwan didn't report any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is has to be clear. The report first came from China. That's number one fact, from Wuhan itself. Second, the email from Taiwan, like other entities, wa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nothing else. 针对美国指控 WHO 帮中国暗藏新冠肺炎的严重性，谭德赛嘛驳回讲，一开始就对全球发出新冠肺炎的警告 ，WHO 内部无任何秘密。For WHO, it's open. We don't hide anything. It's open. Not only for CDC, them sending messages or others, we want all countries to get the same message. 谭德赛嘛请各国领导人卖用病毒做互相打击，趁政治优势机会，无亲像伫生火，政治问题可能进一步互疫情大流行。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新北市政府举办加强管制市民的演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咱嘛已经有暗算出3款应变的对策。大省是过渡期，就是若社区内有找无源头致病发生，会开始劝导民众尽量唔通汇集。过来若到警戒期，就会停止上课。买手到管制期，就是只有封城2字。不过这还阁是草案，嘛会含各地方政府打合详细。面对疫情无乐观，新北市决定提早部署，伫咧4月20模拟封城，民众爱踮厝关21天会去拄到的情形。市长侯友宜表示，演练一结束，中央也各县市的政府拢来摕资料，成功带头走大省，要互大家会使有参考的根据。事先的准备不是只有新北市要准备，其他各县市，包括我们中央，都要预做准备。因为疫情实在是让你很难掌握，像敦睦舰的事情，谁又晓得呢？新北市敢有法度单独封城，也是爱由中央统一来调度。指挥中心即阵也准备3个阶段的整备方案。过渡期的意思是讲，社区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状况，针对公共场所会加强查核，真侪拢是属于劝导的措施。若警戒期是讲1礼拜出现3个以上的社区感染，或者是一天出现10个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会采取快速封锁，限制人民出入，也有采取强制停课。第3阶段管制期会有封城的措施，也就是本土病例快速增加，真侪案例拢无法度追踪感染源的这个情形。若看石南出现群聚感染，中央公布确诊的官兵伊所行打的范围，新北市包括邦桥车站、淡水捷运站，也有永和、乐华夜市啊等等，这拢有确诊个案捌去过。当中央通知我们的时候，时间似乎就比我们自己做的疫调还慢。我一直觉得说，中央只要疫调做好，第一个时间
通知各县市，该公布就公布，我们就要立即采取有效的环境消毒工作。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出现一个官兵确诊，伊大部分的时间拢踮伫咧厝的。不过其他县市确诊的人捌去过新北市，不过却无法度掌握因行大的所在，呼吁中央爱伫咧下县市疫情调查工作做煞绿早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换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在香港的联络办公室，就是人讲的中联办，到底敢有权通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针对这件代志，香港政府所发表的新闻稿竟然过界2摆，副甲特首林郑月娥出面回释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嘛发表声明，指责中联办不应该干涉港府内部的事务。另外，民主派议员嘛要求，针对约束中联办的《香港基本法》第22条，落去开会讨论。香港中联办地位的问题继续引发争议，到底敢有需要遵守《基本法》第22条，阁有敢是有监督权，引起各方的论战。香港政府捌发布声明，指出中联办是照《基本法》22条成立的。不过，佫2届改稿，对中联办的立场，特首林郑月娥头一届出面，因为新闻稿乱抄抄来回释的，强调中联办有权利代表中央政府来监督，係獲得中央授權嚟到處理香港嘅事務嘅機構，當然係有權有責去監督基本法嘅落實。一個高度嘅自治權賦予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唔係等於授權者，即係話中央人民政府咧，係冇晒自身嘅監督嘅權力。林鄭月娥表示，目前立法會出現未頂未當嘅局面，所以港澳辦甲中聯辦要履行中央對香港嘅監督，當然會當發言，並唔是干涉。不過，香港大律師公會嘛發表聲明指出，兩邊應該愛遵守基本法，無應該干涉到港府內部嘅事務。民主派是要求立法會愛開特別會議來討論基本法22條。呢一個基本上係完全扭曲咗大家過去對於基本法22條嘅理解，而呢一樣嘢本身對香港一國兩制是否有效運作，對香港國際聲譽、對基本法嘅信譽本身都係有嚴重嘅打擊嘅。另外，香港2月雖然嗰一屆出現零確診，不過港府認為也未當放令，甲原本23要到期嘅限聚令，佫延長14天，5個場所愛繼續停業。係到4月23日午夜到期嘅加強社交距離嘅措施，係需要延長14天。港府強調，執法一律愛公平。2日開始，所有經過機場到香港無症狀，而且愛過暝等待檢測結果的人，需要去衛生署富豪東方酒店內底設立的檢測結果中心，暫時佇遐待命。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工廠無運轉，石油的使用量大大減少。但昨美國5月到期石油原油期貨契約收盤價錢竟然是倒塌小，負37塊外美金。這也是自石油的期貨開始買賣到單，頭一擺發生，因為無人要信，繼續煞比0更較加情形。4月份，全世界一日所用石油的數量，確實已經落轉去到西元1995年迄當陣的水準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全球原油需求量減少，紐約價20出現災難性大落。5月份原油期貨為原本的每一桶17美金，報告收盤每一桶負37.63美金，半要換56塊美金，半300%。盤中個盤到負39美金，創下原油為1983年喺紐約商業交易所交易以來頭一擺出現負數嘅紀錄，嘛是國際油市上黑暗嘅一天。Again, this one I think is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 days since crude started trading back in the early 80s. 受到原油價格頭一擺報告負數衝擊，美國股市20嘛受壓，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活動，汽車使用量降低，發電機嘛差不多停飛。原油的需求減少，油價組織減產的幅度無親像預期，主要設施會當坑的油量減少真緊。加上5月份西德州原油期貨到22特別結算，市場無人要接，將要交貨原油。最新油價雖然歷史上頭一擺負數，毋過變做負數到5月份交貨原油。
6月份机会计销20岁嘛跋到超过16%，也是预期伫每日通20块美金以上。毋过部分专家认为油价可能还未跋到底，那消费者嘛伫加油价中无占到伤侪好处。That tells us that the market 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demand imbalance, where there's too much supply. Market regards that as a temporary condition, but we haven't probably seen quite the bottom in oil yet. We think we're close, but we haven't quite seen it yet. So it's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lower gasoline prices if they're not driving. So there's no winner in this situation today. 为了减少油价落造成的冲击，美国总统川普20日表示，会考虑暂停为沙烏地进口原油，卖寻求国会同意，趁计销售时阵卖7500万桶的原油，将美国的增啤酒油增放满。根据国际能源组织 IEA 统计，4月份全球特工的原油需求已经会比去年同期减少2900万桶，差不多已经登去25年前1995年水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世界经济反歹，真侪投资人要新黄金降低风险，金价也爬来到近来7档上界悬的数目。来看泰国遮就有真侪百姓赶紧摕金仔去当现金，望通度过这阵的困难，应付家庭的开销。曼谷的中国城真侪人排到路长，警方嘛出动，伊是地数，伊毋是抢买翠暗，是要趁黄金的计销真悬的时阵，卖金仔换现金，要度过疫情造成的经济难关。ว่า1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โควิดคือตลาดปิดเราขายของไม่ได้แล้วคือเสื้อผ้าจมไหนจะลูกน้องเราก็ทิ้งเขา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ตัดสินใจเอามาขายดีกว่าก็คือได้เอาทองมาขา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ได้ตลาดนัดปิดทำการปกติจะค้าขายตลาดนัดพอดีช่วงนี้ไม่ได้ขายก็เลยต้องนำทองมาขายครับเพื่อนำเงินไปเลี้ย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รับผม泰国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拓开，进行半封城措施，包括实施宵禁、关商场、甲酒吧、停飞航班，要求民众减少社交活动，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泰国央行估计今年的经济成长会减少5.3%，是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上海一年。失去收入民众，真侪人决定卖黄金。ถ้าดูจากข้างหลังผมเนี่ยก็จะเห็นว่าแทบจะทั้งเคาน์เตอร์เนี่ยเป็นลูกค้าที่เอาทองรูปพรรณออกมาขายกันแล้วก็เป็นจำนวนที่ไม่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ก็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ภาพ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ภาพเศรษฐกิจที่อาจจะมีการปรับตัวลดลงแล้วคนก็เป็นห่วง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จะสำรองเรื่องเงินสดเก็บเอาไว้ครับ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เป็นภาพที่ไม่ค่อยได้เห็นนะครับที่ทั้งหมดนี้จะไม่มีเรื่องของทองคำแท่งพระอยู่黄金的计销4月中破每盎司1700美金，创7年新高。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放缓，投资人转向黄金闪风险，和黄金的计销变悬。不过，真侪泰国民众卖黄金，嘛造成当地金仔店欠现金。泰国总理帕拉育嘛出面呼吁民众，逐摆少量卖黄金甲珠宝，卖一摆卖金丝。泰国政府嘛对此研究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欧洲北边的挪威这国，因为病情渐渐较退，对4月20开始嘛重新开放幼儿园，阁有一寡公私立的机关。共即天疫情控制了一向真好的德国，也开始允准较细间的店头搁再开业。不过德国的总理嘛警告讲，国民也是得要提高警戒。业者开门打通知采购示牌，封锁1个月了，总算会当开门做生意，迎接人客。欧洲的防疫成果未歹，德国当地时间20开始放松禁足令。Wir müssen selber Masken tragen, die Kunden müssen Masken tragen. Wir haben auch Ersatzmasken hier, wenn jemand keine hat. 那是店，即大众运输、乘客甲司机自头到尾拢会看水眼。虽然有淡薄仔无方便，不过拢会当接受。Bisschen komisch, aber es ging wunderbar. 德国政府也有记。社交距离规则会维持到5月初3，学校5月初4开始恢复上课。虽然民众开始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不过总理梅克尔强调，离疫情消退一个正长的一段路。Und ich glaube, das müssen wir uns gerade zu Beginn dieser Woche, in der ja die ersten Lockerungen in Kraft treten, wieder und wieder klar machen. 离确诊人数7000多人、100多人死亡的挪威，当地时间20开始开放幼儿园加部分的公立私人機構。迎接囡仔返嚟。Hvordan er det å være tilbake i barnehagen i dag? Veldig gøy. Hvorfor det? Fordi vi har vært her mamma hjemme veldig lenge. 除了疫情以外，歐洲一個面臨着經濟衝擊的考驗。
招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20警告，这边疫情会造成欧盟甲英国将近6000万的工作伫咧危险中。若是欧盟无法度伫咧3个月内赶紧控制疫情，继续封锁，欧盟的失业率恐惊会自6%上升到11%，2024年之前恐惊拢无法度恢复。麦肯锡也预告，欧盟甲英国的工作有1/4会拄到减少工时甲工资、临时休假或者是裁员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转来国内关心经济，近来有消息讲，国内生产鞋的大厂宝成集团也逼甲着爱互员工开始放无薪假，啊，佫有高级主管薪水也着爱减。总是宝成集团目前也无证实这件消息。啊，主管机关台中市劳工局嘛讲，宝成还未去通报，影响到的人数嘛也无法度详细按算。做伙龙头宝成集团伫全球做伙的产业有袂少的比例，不过这次嘛受到疫情影响，团队准备来放无薪假。为伫中华的厂区虽然正常上班，不过附近店家表示，最近开始嘛冷清袂少。加减有差啦，咱袂差。安那差哈？即摆就有人较少啊，吼。嘿啊，人就较少啊，拢无啥人。哦。对啊，好像我们便当店都会，我们这附近便当店。哦，这一条路的都大概都会。对啊，对啊。附近店家讲，最近这3晚厂区无参像进前客尔无闲，受到疫情影响，宝成集团传出可能准备来放无薪假。传出国内外干部以及员工，就要为6月到12月底，每一人每个月来放6天的无薪假，减少人数支出。而台中市劳工局嘛正式收到消息，不过各地建议阶段。该集团目前事实上处在评估的阶段，通报所谓的减班休息那是以劳务提供地。然后目前的话，劳务提供地有在彰化县，然后也有在台中市那针对台中市的劳务提供地的这些劳工如果说他有所谓减班休息那也是要跟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来做通报。宝成集团目前低调无要来证实，而台南市劳工局表示，集团目前未来通报，不过无薪假的前提，除了劳工的同意，还该保障劳工上佳基本薪资。高级主管甲经理嘛必须来减薪，嘛继续来了解集团的营运状况。而受到疫情冲击，台南市目前累计实行无薪假的有31间业者，拢总635个人，以制造业甲服务业以及餐饮业上济。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中华航空按2月到今已经取消将近6500班的飞机纸，损失要到50亿。啊，这内底干那人事的开支，就到10亿一卡刀。但公司和劳工双方面互相敲切好势，以及主管薪水减2成半，基层的辛劳嘛减15%。啊，搁有10月日要加休4天到5天，暂时实施3个月。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航空公司只间人减班来营运。其中华航2月到4月就取消6500班航班，损失将近50亿。为了要降低营运冲击，华航决定先减少人事费用。20华航的劳资协商达成共识，自5月7日开始减薪25%到15%。是因为这个时候明明就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所以说呢，当然说愿意跟公司去谈一个这个减少工作量，就是减班休息之后呢，相对的减少薪水，那是两方都可以接受。华航企业工会讲，资方原本定减薪的幅度是2成到3成，最后资方让步，提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版本，要求主管减薪幅度应该比一般的职员较侪，以及以上的正副主管减薪25%，2、3级的正副主管减薪20%。一般员工减薪15%。另外规定，每个月减班的休困日4天到5天，暂定实施3个月，自5月7日开始实施。预计伫7月30日了后，再观察疫情的后续发展情形。我们也是没有减薪啊，只是顶多放5天假。做老板的人，他也没办法才减薪啊，不然谁不想发大财？华航减薪劳资达成共识，严格技术空服人员需要另外计算飞行加金，这是协商上复杂的部分。华航伫下昼加技术工会进一步就减薪的细节做协商。我们可以理解说，来讨论到是不是有需要减薪的这样子一个状况，但是有没有必要急着就在现在目前这一刻就来执行的话呢？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讨论的。对减薪技术工会态度保留，强调资方并无甲工会讨论。照华航的企业工会协商，就片面决定后个月开始减薪。因为减薪也有争议，下昼要甲资方做进一步讨论，看是不是也有暂缓实施的空间。
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二修大学边二代购物中心这栋大型的百货，已经证实讲有海军治病官兵捌去到遐行搭过。当二修大学学生有的咧要求学校紧换些远距离的教学，就是经过网络教课，甚至也有人讲要开始请假。台中的凤冈科技大学这边后辈的学生，和遐的官兵去过共所在，已经接到指挥中心的信息提醒，爱家己管理健康14天了。学生入去学校进前，都爱先磅体温、挂喙罨。二修大学开学了后，渐渐加强防疫的工作。不过19较认同画到的官兵，有去过附近的义大大卖场，学生嘛常常去遐消费或者是做散工，互学生感觉真惊吓。真侪人留话要求学校爱提出应用的作为。具体有没有去过商场，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就是每天还是很多人接触啊，还是那个就是改远距上课比较安全一点。学生好像都是有跟学校反映，然后学校就是没有就是马上处理这样。有学生留话批评讲，问学校防疫的专线，却得袂到相关的答案。希望会当赶紧启动远距离的教学。嘛有人想要请假，一直到疫情稳定落来的时阵，学校之一表示会放令来准假，远距离的教学嘛随时拢会当启动。因为疫情的变化，也逐步的在进行我们的一些演练。那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个远距教学的措施的实施，全面实施的时机，我们还是必须要依照教育部给我们的指引来进行。不过嘛，有学生希望学校会当统计有偌济人因为去过义大大卖场来收到警示的简讯，主动做疫情调查。台中的凤冈科大因为个案去过的所在上侪伫咧刷落，目前学校已经掌握到有8个学生收到简讯。同学就是说他在相关的这个匡列地点打工，但是也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这几个同学的话，我们还是特别请他在家自主管理14天。除了会要求伫咧厝内自主管理14天，若学生拄到考试爱请假，学校嘛会采用线顶的方式来协助学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海军治病官兵内底有一个顶日伫咧屏东，因为赛车时和人有纠纷，互相吵嘴。煞火甲中地分驻所的警员嘛去到现场排解，结果当无论发生口角迄个对方，甚至做公亲的警员，拢着爱在家内隔离14天，观察健康了。今天第几次消毒啊？如果今天我觉得应该算3次了。消毒人员来去去，当地分驻所每一个所在拢爱消毒，因为根据屏东县卫生局意料结果，快有一个巡逻舰队确诊官兵，昨日因为甲老大人发生行车纠纷，不敌才出现。当下两造双方都是戴着口罩。那到了派出所，我们的员警也都是戴着口罩。那其中有一个员警，他是从外部回来，那有把口罩卸下，他就被我们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确诊官兵甲老大人伫分驻所经过警察协调，并且分证，因为天气伤热，将喙罨摕来警察叫屏东卫生局来做居家隔离14天。这一位员警呢，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在家里做居家的隔离，那没有其他的同住家属。那目前他的健康状况也非常良好。目前已有29位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另外40多人来做健康关怀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进前伫香港开一间铜锣湾册店，煞遭遇到中国共产党强制掠人，束缚着伊的自由。迄个店头家林永基，即阵有来到台湾，要开一间共名的新册店，结果早起伊所经迄位店面，煞互人破产。林永基当嘛讲，照伊所看，这就是共产党的妖孽所做出来的工课。泼那个红油嘛，现在要报警，要去叫警察局里面。要落那个好工嘛，我也不是没见过共产党，现在这些很明显是帮共产党做事的人。镜头内底看到讲电梯的地板还有红油擦流落来的号，册店门口的涂鸦也同款。这间是进前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主林明基来到台北市要开的新册店。今日早起，这搭所在煞去予不明的人士破产。这当阵，林明基时还搁伫警察局内底做笔录，因为前一日林明基接触到律师的批，要求伊袂当运用铜锣湾册店这个店号。伊也主张讲，看起来这2件代志，拍算是同一批人所做的。
过来讲，再去一个目前有新的黄小姐去到劳动部陈情，伊讲家己所带迄间富丰食品公司2月底遣散7个员工，内底连带伊拢总2个有薪的负责人。尤其黄小姐佫讲，遣散过2天，公司就佫大告示讲要请人，这分明就是借武汉肺炎的病情咧摊做理由，要将伊这款带薪人死讨角。8千公斤过期培根，去通知卫生局领到，下令下月回收。富丰食品公司3月底发生食安问题，即马各去员工指控有就业歧视。20月再起，适应的员工已经有薪6个月，已去劳动部申请。公司伫2月24日资遣7个员工，包括伊在内，其中有2个人拢有薪。在这家公司真的当孕妇很辛苦，只要请假或是出血请假，老板都会说：“哎，你们在请假的话。”那不好意思，你们去渔场工作，渔场的工作比我们培根市那边工作还要辛苦。这老板就是很恶劣啊，敢说他没有排挤孕妇，这摆明就是，而且他一裁第一批的员工就裁了2名的孕妇。员工指出公司以疫情影响为理由，2月12日就已经先甲员工薪水减半，到24日率临时通知要将员工资遣。按过发现，家己劳保投保期旧早伫2月初1，都将调降到上加基本工资23800块。公司搁伫资遣伊的2天过后，继续伫厂区门口搭找人的广告。记者打电话去公司，会计表示已经冲去餐厅，互食品公司销量剩2成。这是公司营运40年来头一摆开除员工，按个资遣都有照通知劳动局指示依法办理。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疫情大概爆发是在3月的时候吧，因为等于他2月就开始已经预谋了。怀孕歧视的一个部分哦，那目前这个桃园市政府劳工局也有受理陈情人的一个申请。劳动部回应，那是抓到头家违反性平法，会罚30到150万块。按那劳工反映公司违反相关情形，会暂告维护部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前年10月2日，伫咧苏发生普悠玛列车驶出铁机并车严重的意外。早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伊来判断讲司机确实有超速，车未并进前有要将电门扭落来降低速度，毋过未付。搁有就是这台列车顶一逝出车道已经有故障，毋过迄当阵的司机人员却无知觉。2018年10月1日，普悠玛列车伫咧宜兰新马站并且排练，造成18人死亡。委员会以航空事故调查方式来收集事实资料，佮利用动力学的模拟人体证实列车因为高速，差不多是同时阵排练甲并车。迄当阵时速140公里，司机员并车的前1秒想要减速，毋过未付。事实上，你看他电门把手在翻车前1秒钟，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已经看到，因为车在动了。在晃的，因为他右侧先扶起，所以其实他只剩1秒钟，他拉这个电门把手拉下来，你这个车子以这么大的量体，其实车速是无法马上减下来的。迄当阵列车超速，毋过是安怎造成的，还佫进行后手的分析。但是这架事故列车伫咧前一抓任务的时阵，就出现故障的信息，不离个前一司机员并无发觉嘛无汇报。地处像那吊车场伫咧要备用列车的状况之下，也是照原本的调度派出事故的列车，伫咧下晡2点50分由像那站发车。委员会调查发现，事故列车的4组主风泵敢若2组有作用，地处过热时阵时速救袂起来，毋过司机员迄当阵毋知影车是安怎的故障，一路拢想要处理，甚至是关 ATP。它因为在系统设计的时候，如果你被隔离了，那你的 TCMS 里面出现的 focal 就会出现这种的一个 ATP 故障，但是我们认为人机界面上面是有误导的一个可能性。甲 ATP 的银幕关掉所显示 ATP 故障，委员会认为这有可能互司机员误会来进行错误的障碍排除，设计有缺点嘛是未来建议改善的代志。委员会表示，这是国内头一届用航空规格来调查铁路事件，伫咧发布事实调查资料了后，会阁甲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甲讨论，预计完整的报告会伫今年8月份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总是无论安怎讲，长途的高铁，还有低载的捷运电车，这拢是都市进展的标记。但即阵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原地大学，还有开南大学这3间学校，嘛宣布要和台北捷运、桃园捷运合作，开设智慧铁道产业人才学院。自下学期开始，这3间大学3年、4年的学生有兴趣就会当去修课，8日也通称作是智慧铁路专门科的好人才。
台湾铁路的发展甲欧洲甲日本比起来是有较慢，不离个代替高铁、台北捷运、高雄捷运到机场捷运，拢有真重要的运输地位。交通部估计，铁道产业若是发展甲真好，会有3.21兆的产值，58000的工作机会。也就是因为安尼，三官学合作成立的智慧铁道产业人才学院嘛正式启动。国家铁道队应该要即将成型哦，需要非常多的这些技术的人才、设计的人才，甚至呢，我们说再创造更多服务好的这些人才。智慧铁道学院是由台北科技大学、原地大学、开南大学做核心学校，而且甲台北捷运公司、还有桃园捷运公司来合作，到时阵会配合产业的需求来规划课程，还有实习计划。后续我们也会来推动政府所认可的主管机关认可的我们铁道学程的这个认证的制度。拄109学年，也就是今年8月份开始，这3间大学的3年甲4年的学生，若是对学院的课程有兴趣，拢会当来选课。到时阵会以1间学校当面上课，另外2间做伙远距离教学为主。若是摕到学分了后，再去考证照，加做以后的铁道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实在讲，无论长途的铁机路，还是短暂的，咱即马讲的捷运电车，这拢是都市景点。是安怎样铁机电车会遮方便？就是因为伊专门拢行一线，迄无车咧甲伊相前行，毋则会讲会当照时间、照所在。这讲起来，拢是交通景点步步的新过程。因为讲过去台湾人真罕咧讲会当坐飞机，若讲长途要离开，一定是坐铁机路火车。所以毋则讲有真侪歌词，拢来唱出即款男女间相逢离别、谈车站、车头所发生种种的感情的变化。郭正今日捡几条歌，甲你互相来探讨，互相来体会。咱大声先来听叶俊麟作词，洪一峰主唱即条台北发的买房车，见面头一拍的歌词，讲毋愿露出心焦急，夜头看天星。凄凉的夜景，如因我稀微。梦再见，梦再见，今晚总是爱分离。台北发的买房车要开去。是啦，头一句歌词，叶俊麟老师伊就写讲，伊毋愿露出心内迄种焦急的心情，只有是照地发挥，夜头来看天顶星。谁知影讲凄凉的夜景，如引起我心稀微。实在这条歌是日本歌，日本的演歌所改的台语词。不过日本歌的原底是唱讲さよならさよなら，结果经过叶俊麟的描笔，伊歌词较改做梦再见，梦再见。共这个再会，用梦再见这3字来表示，相信讲咱心内就会感觉讲较保守，袂输敢若讲毋愿露出心焦急，毋愿将心情直接讲出来共款。过来第2拍的歌词。这个男主角讲离别，虽然咱双人无奈的同意，有心来相送，应该的代志。梦再见，梦再见，何必想伊目屎滴？台北发的买房车要开去。原来男主角甲女主角2个要分开咯，离别见面，歌词头前2字就唱离别。事实这句话若要照讲，应该是讲。虽然咱双人离别无奈的同意，但是为着要加强口气，将离别唱伫咧头前，讲离别虽然咱双人无奈的同意，总是到今仔日要分开有心来相送，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代志。不过男性来相送对方，若女性因为甲男性分开，离开着坐火车，离开着所熟悉的环境，这款的歌，敢有另外一条？最后的火车站，这是幼囡仔彭瑞娥伊所唱的歌。彭瑞娥头一条的成名曲，郑怡老师所作词，郭南老师所主持的蓝青唱片所出版的，伊的歌词也相当好，流传到这当中。见面头一拍讲，红红夕阳虽然好，可惜近黄昏。夜暗风吹着阮，一阵冷霜霜。夜快车载阮离开着郎君，在车内孤单，心头乱纷纷。最后的火车站，
到底在何方？是啦，夜快车载阮离开着龙军，所以我坐这班列车。我虽然坐伫咧车顶，我毋知影终点站伫倒位，我毋知影我人要坐去到倒位才要落车。毋才会歌词讲，最后的火车站到底在何方？受人受伤要离开的人，这种的心情，同款是定定塌塌，同款是死牵死离袂开。这就是过去50年前，台湾歌伫咧写车站，伫咧写男女相识，但火车顶所发生的过程，真感动人的歌词，国政也捡出来，甲你同齐体会。咱过来讲婚姻观的卖了，因为对乡内民众照顾工课办了真好，人口嘛一再咧增加。至少到目前，乡内幼儿园无够通应付幼囡仔的人数。搁再讲，近来病情拖无休，学生囡仔上课嘛就要让互开。但公所就宣布讲，已经要开始建设第2间乡立的幼儿园了。来到幼儿园，小朋友正咧进行每间30分钟的户外课程。目前未了乡幼儿园总共13班375名学生，但因为了地区人口数年年增加，每年新生的囡仔人数达到300-400名，导致乡立幼儿园无够使用。麦寮乡的公私立的幼托机构总收托数大概是1200人左右。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从幼幼班、小班、中班、大班的一个总统计人数的话，需要超过2000名的幼儿。所以我们总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乡里面的那个就是幼托机构是明显的不足量的啦。麦寮乡立的幼儿园表示，今年新生的入校申请已经在本个月开始报名，达到120个名额，但因报名相当踊跃。未来来办理抽签，只有要解决乡立幼儿园无够问题，乡公所决定要增设第2间的乡立幼儿园。本来一年拢加1000外个啦，所以即摆卖了都成长有4万8个咯。因为愈来愈人口愈侪，所以幼稚园无够，我嘛尽量找土地来起，在沙仑就免利国小旁边要找土地来起幼儿园安尼。乡公所表示，和其他乡镇的人口不断减少来比较，也因为社会福利好，人口持续增加。目前当规划兴建幼儿园，预估今年10月份就会当发包，明年底会当进行招生，会当予180名学生入去读，希望来解决当地幼儿园不足问题，卖当提供更宽的上课空间，避免空气的感染。记者为您报道。咱我来讲，台东兰树也有国校一个老师为着要宣传兰树的文化，伫咧网络互人放影片的 YouTube， 放一站学校内底幼囡仔穿丁字裤，分都是出场的表演。结果却接到对方通知，认定讲内容无妥当。但这位老师嘛出面，讲真仰望 YouTube 这款世界性的网络媒体，会当理解甲尊重兰树人穿丁字裤这款特殊的文化。去年小杯乌电演队真拼死，才争取到出国参加国际电演的机会。这学生阁特别录一段影片，讲因对穿丁字裤的想法。想袂到最近兰树也有国小的老师，甲一段去年学生参加兰树国中落成典礼丁字裤表演的影片传去网络 YouTube， 结果刷去互认为有囡仔穿伤少的画面，违反着社群规范，互老师感觉真厌气。兰树的民众认为这是无了解，甲歧视兰树人穿丁字裤勇士的文化。老师已经甲网站提出申诉。你没有看过或者没有了解这个文化，然后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子，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不公平的。穿丁字裤，它本来它就是习俗。这样子会扼杀我们行销文化的一个途径。不过 YouTube 和老师的自信是，敢若有一届申诉的机会，实际佫用兰树丁字裤的关键字来敲出 YouTube 的网站，要是有袂少的学生囡仔穿丁字裤的影片。兰树的民众真烦恼，若安尼，所有丁字裤的画面拢会防伪网站摕落来，呼吁全球性的网络媒体会当多多理解，而且尊重兰树的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部彰化鹿港天后宫庙内一块超过100吨的文物，你像灵旗、倒棍、甲香担，普通时拢锁伫咧课房内。庙方近来特别办理头尾40天的鹿港天后宫文物展览，将几百年的千里眼、顺风耳、甲灵旗拢提出来展览，机会实在真难得。一挂超过100年的古文物，像薰衣、千里眼、顺风耳的红仔头、灵旗、倒棍和香担。侪珍贵的妈祖文物，
鹿港天后宫真难得对库房提出来展示，将天后宫里面珍藏数千件的一个珍贵的一个文物能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因为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中华鹿港天后宫是咱台湾出名的妈祖信仰中心，也是国定古迹，所以庙方真注重古迹文物的维持甲保存。一摆利用香客大楼的空间，规划2020鹿港天后宫文物展。就是要让民众会使同齐感受天后宫的历史和风华。清代年间、清末以及到我们的民初大正年间，天后宫有历经2次的一个大整修。整修部分的话，非常的就是我们的先人就有把我们的建筑构件把它留下来。鹿港妈祖的神格非常的大，所以它的仪仗的话，就是很难得一见的，可以看到就是108副的仪仗。总干事表示，鹿港天后宫经过天灾地变和修复。先人留下数千件的古文物，因希望透过这届展览，会使让鹿港妈祖的民俗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病症伫咧探，目前大细间学校的消毒是政人真重视的工作。大到科技公司踮伫咧遥控的无人飞机顶头，安全酒精的设备，就通使起来协助较遥远的学校消毒。讲起来省时间，阁省气力，通甲加强卫生的工作做了阁较集中。先把酒精倒入去无人机顶头所夹的这个塑胶盒仔内底，所以就让这台机飞去天顶，开始消毒校园的运动场。武汉肺炎疫情这阵探无效，有科技公司研发这种专门除酒精消毒的无人机，替学校消毒。我们小校里面缺的就是人那用无人机再来协助这个防疫的部分尤其是大面积我们人力在吃紧的状况之下对于我们人力的一个帮助是很大的。无人机飞悬飞低，包括囡仔上爱做的流浪也拢有斟酌到。一方面甲消毒的工课做好交层，另外一方面增加防疫的速度，省时也省工。正常浓度去飞，那正常作业时间，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操场在10分钟以内，我们机子就可以作业完成。那一般人力在喷洒的话，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飞行会晓自动消毒的机器，这阵唔那真做是到无用防疫工课的卡手，也减轻学校伫咧防疫的压力甲经费，确保校园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顶日专工举办农事学堂，邀请就近的国校甲幼儿园来同齐体会做事的过程。甲学生囡仔讲，啥物叫做分校搁带因挽日头花凹作肥，就是望要互这个国家未来主人搁较了解地方家己的文化。咬我，你不要咬吗？大家今天来采什么？向日葵。采向日葵好不好玩？好玩。虽然日头较美，不过囡仔兄囡仔这无仔伫咧，也是算甲花头喜面。这是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因专工办活动，邀请学生囡仔体验做事的趣味，甲因熟悉分享，佮带因挽日头花做肥，就是望这学生囡仔会当拿佚佗、拿学习。透过我们六堆园区，大概有5分地的一个田地我会种植和客家产业相关的一些农事，结合着这个田园的地景，让民众来这边，来到户外，能够做一些户外教学，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个农事体验。参加活动的学校拢真学乐，强调学生囡仔亲身落田做事，唔乃当了解农民的辛苦，佮通伫日捌分校的过程接触客家的传统产业，嘛通理解环境教育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1-2个月的教学主题呢是上到花，春天嘛，跟花就相当的有关系。这边呢也邀请我们来采那个太阳花、捏头发所以我们觉得说蛮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学到一些的客家文化历史的一些记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教育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客家文化的推广。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表示，活动以环境教育的推广做中心，结合客家产业文化，未来会办更较侪活动，都希望民众有愈侪机会体验客家文化甲在地环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晡有方面经过，东北季风加强，北部和东半部落雨机会愈提高。金门、马祖阁有西部地区有的角头，嘛拢会较卡蒙雾。明仔载北部和东北部天气较凉凉，阁有平湖、金门、马祖七国所在拢会落淡薄的阵雨。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23度到26度，中部26度到32度，南部23度到30度。东部22度到29度，金马平湖16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